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集我哋將會帶大家去河口湖玩3日2夜。我哋由新宿出發，搭富士回遊去河口湖，車程大約1個鐘頭55分鐘。去河口湖嘅方法有好多種，除咗富士回遊，大家亦都可以搭富士急行線、高速巴士或者自駕遊。過咗大月站之後，就會開始見到富士山。其實兩邊嘅座位都有機會可以見到富士山，分別就係在於先後次序嘅唔同。我哋出咗站之後，去10號巴士站等酒店嘅 shuttle bus。今次我哋 book 咗富士湖酒店。今集就唔同大家詳細介紹呢間酒店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之後嘅酒店開箱片。喺正式開始玩之前，我哋先喺酒店附近嘅一間西餐廳食晏。呢度有提供素食嘅shabu shabu套餐，套餐包含蔬菜拼盤、白飯或者烏冬、是日甜品同埋醬汁。醬汁分別係胡麻醬同埋柚子醋。湯底嘅味道好清，應該係清水煮昆布。是日甜品係士多啤梨蛋糕，海綿蛋糕夾住一層 cream 同埋士多啤梨醬。醬汁方面，我覺得胡麻醬好食啲，柚子醋會比較酸。餐廳嘅 Instagram 寫住不定休，所以大家去之前最好喺 IG 或者 Line 聯絡鋪頭，確定佢哋嘅營業日期。餐廳係位於河口湖車站同埋遊覽船嘅碼頭之間，行去碼頭同埋纜車站都係大約5至8分鐘，非常之方便。因為我哋諗住搭遊覽船同埋纜車，所以我哋喺遊覽船嘅碼頭買咗遊覽船加纜車嘅套票，套票係1700 yen， 有效期係2日。遊覽船每30分鐘一班，船程大約20分鐘。搭完船，我哋就搭紅線周遊巴士去大石公園。喺總站落車，向前行幾分鐘就會到公園。大石公園係去河口湖必去嘅打卡景點，大家可以同時影到富士山同埋一大片嘅花海。唔同季節去可以欣賞到唔同品種嘅花。我哋5月尾去就係睇薰衣草同埋粉蝶花，仲有其他唔同顏色嘅花仔。公園範圍都幾大，所以大家唔使堆埋喺門口度影相，沿住花街道行入啲，仲有唔同嘅花俾大家去打卡。公園嘅另一邊有幾間 cafe， 呢邊嘅人比較少，我哋喺度食杯雪糕休息下。大石公園近門口嘅位置係自然生活館。地下嗰層主要係賣手信，樓上係 cafe。我哋搭紅線巴士返返去河口湖站，夜晚去車站對面嘅壽司吧食飯。呢度有一款素食定食，有當飯、天婦羅、炸豆腐、素湯、枝豆同埋甜品。套餐可以要求走5辛。坐低之後，店員俾咗一壺熱茶我哋飲。當飯嘅炸豆腐片好滑，感覺似滷水豆腐嘅炸豆腐。牛油果夠淋身，佢嘅成熟程度啱啱好。底下係壽司飯，
有醋嘅酸味，煙煙韌韌咁，幾好食。炸豆腐表面放咗蘿蔔蓉，原本仲有蔥花，不過因為我哋唔食五辛，所以要求走蔥。素湯嘅味道鹹鹹地，配料有三色豆、青椒同埋類似蓮藕粒嘅食材。天婦羅嘅炸皮比較薄，紫蘇葉脆到好似食緊薯片咁。茄子同埋牛油果食落外脆內軟，隔離放咗鹽可以用嚟調味。甜品係青檸味嘅蕨餅，質感腍腍地，帶有少少煙韌嘅口感。第二日，我哋一早出發去搭纜車上天上山公園。天上山公園都係河口湖必去嘅打卡點。纜車站朝早9點半之後會開始多人，同埋有旅行團嚟，所以我哋8點半就去到纜車站。我哋琴日買咗遊覽船加纜車嘅套票，所以去到直接上纜車嘅上車位置，俾張飛職員釘窿就可以。由山腳去到山頂大約3分鐘。上到去天上山公園，可以望到河口湖同埋富士山。有間手信店同埋甜品店。沿山路行上少少，可以望住富士山打千秋，同埋有觀景台，望到冇遮冇擋嘅富士山。紅葉亭本身係冇特別提供素食嘅菜式，同店員溝通過之後，可以將南瓜博托套餐同埋蘑菇博托套餐整成素食嘅版本。我哋亦都請店員幫忙走蔥。博托係山梨縣嘅名物，博托鍋嘅湯底有味噌嘅香味，配料有椰菜、甘筍、豆卜絲、白蘿蔔同埋牛蒡片。兩款套餐嘅菜式都差唔多，都係有博托鍋、黑芝麻豆腐、秋葵、紅米飯同埋穀物。分別就係在於蘑菇博托套餐嘅博托鍋多咗冬菇、金菇同埋靈芝菇，秋葵係切成一片片，撈埋山藥蓉。餐廳喺紅葉迴廊同埋木之花美術館附近。如果大家係搭紅線周遊巴士嚟，可以喺16號站河口湖猿猴劇場落車。晏晝我哋去返河口湖站搭 F-Line 巴士去忍野八海。八海係8個湧泉群嘅總稱，啲水係源自於富士山溶咗嘅雪水。好天嚟可以同時影到富士山同埋傳統嘅茅草屋。我哋試咗呢度出名嘅艾葉團子，入邊係紅豆餡，因為係啱啱燒出嚟，所以食落好辣口。中間位置有間手信店，售賣山梨縣嘅特色手信。我喺門口嘅雪糕店買咗橙黃麝香提子整嘅雪糕，但係雪糕好似香精味咁，我覺得麻麻地好食。忍野八海係河口湖周邊熱門嘅景點，
晏晝去見到超多旅行團，所以都係朝早去會好啲。第3日嘅行程主要係去音樂森林美術館同埋去博托研究所食晏，之後就返去河口湖站，準備搭富士湖遊返新宿。音樂森林美術館係要俾入場費，成人收1800 yen， 7歲以下嘅小朋友係免費入場。園區入邊有歐洲風格嘅花園同埋屋仔，花園中間嘅位置可以見到富士山。音樂時鐘廣場每逢踏正都會有音樂噴泉表演，大家可以留意返時間。美術館入邊仲有 coffee shop 同埋手信店。博托研究所喺河口湖美術館對面，搭紅線周遊巴士係喺第14號站河口湖美術館落車。呢度有提供一款素食博托鍋，菜單上面寫明係冇使用動物性嘅食材。喺平板電腦度揀蔬菜博托之後，如果大家係唔食五辛，可以喺備注度揀走蔥。蔬菜博托同埋特選蔬菜博托嘅食材差唔多，特選蔬菜博托嘅份量會多啲。湯底加入海帶嚟煮，仲有味噌嘅香味。餐廳喺一間木屋入邊，有外國鄉郊小屋嘅感覺，環境幾大，有房仔坐。我仲見到有食客帶埋狗狗一齊嚟用餐。食完飯返去河口湖站，見仲未夠鐘搭車，所以我哋喺車站附近揾咗間 cafe 坐低飲杯嘢。離開嘅時候，意外俾我哋發現 cafe 樓下嘅料理教室有提供素食拉麵同埋壽司。雖然話係料理教室，但係都可以淨係去食嘢。可惜今次冇時間去試，唯有等下次有機會再嚟試啦。今集嘅河口湖之旅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分享嘅河口湖素食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去橫濱，帶大家去搭纜車，同埋去橫濱中華街食台式料理。咁我哋下集橫濱見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